當身體俾成千上萬嘅細菌大軍入侵，高燒劇痛甚至危及生命。點樣喺呢場微觀戰爭中，精準消滅敵人，而又唔會傷害到我哋自身嘅寶貴細胞？呢個係醫學界長久以嚟嘅巨大難題。好彩，人類發現咗一種革命性嘅武器——抗生素。佢最獨特嘅就係可以擁有火眼金睛一樣嘅識別能力。抗生素可以精準鎖定並攻擊細菌獨有嘅弱點，對我哋自己嘅細胞視而不見，完美咁做到定點清除嘅效果。咁抗生素點樣做到精準追擊？秘訣就喺細菌同人體細胞結構上嘅與別不同。例如，好多抗生素專門破壞細菌獨有嘅細胞壁，呢個係人體細胞冇嘅；又或者，佢哋會干擾細菌獨特嘅蛋白質製造工廠——核糖體。我哋人類細胞嘅呢啲結構同細菌截然不同，所以抗生素咪可以安全咁發揮作用，保護我哋嘅健康咯。呢種智慧真係令人嘆為觀止。